啊，你查人安尼亲门大户，你拢无遐无紧。嘿，恁两个是不是感情无好啊？无啊，哪有？感情偌好咧。爸，啊，即马阿雄拢已经甲人讲好啊，迄阿短唔爱赶入来啊。你若雄要甲人赶走，安尼别人会安怎想？我人若是想讲是毋是阿短这人有问题，安尼清白就互咱毁掉安尼。啊，人若是想讲，敢是阿雄反起反倒，安尼人就会认为咱无讲道义。安尼啦，你就互阿雄试看卖。你放心，我会甲你定掉的，袂好又袂来。我后袂来，你唔知？哦。师傅娘，老师傅跟我要定啊。今无代志啊，你免烦恼，安心伫遮住落来。哦，安尼就好。无，我来查暗顿。啊免啦，应该是阮欢迎你才对啊。无喏，照顾咧，师仔就要照顾师傅一家伙啊，当项代志都爱做呢。安尼哦。哦，安尼我以后就加足轻松的啊。交互我透动的啦。好。啊，安尼恁这里无用，我差不多要来转啊。好了，欢迎你哦。多谢师傅娘。唔免叫我师傅娘啦，叫我阿芬就好啊。哦，阿芬再会。拜拜哈，拜拜。再见啦。师傅，奇怪呢，啊，我看恁两人感情阁袂歹啊，是安怎离缘啊哈？你是来学师的，问题减问我，代志继续做。无喏，这代志就要问后面呢。啊，万一你是去外口偷食，互人离缘，安尼唔就甲我迄个无缘的夫君同款，拢是渣男。安尼我是袂当接受，我要搬走哦。渣男，这现代的话你学了可不哩遐紧呢。不是偷食，我甲阿芬就是，干什么的？这个唔真实，拄熟悉尔，敢适合讨论这个问题？拄是师尔，我的代志你都知影呢，是安怎你离缘，我爱互我了解哈。啊，搁有，你是安怎无爱互老师傅知影？莫搁啰嗦啊！医生啊，我买啥物啊？我来买菜啦。师傅，买菜哦，我来买就好。你敢会晓？现代的市场甲你明调的是无共款啊。拢同款啦，拢是称斤论两。